嗱咁啊，美國驅逐俄羅斯嗰啲外交幾十個外交官呢單嘢啊，Doctor你點睇咧？玩緊咩咧？有兩個層面㗎。兩個？有兩個層面，因為佢唔係淨係驅逐俄羅斯嘅，佢係奧巴馬咧就無厘頭咧，佢食緊咗過期春藥。早2年咧就完全唔撚醒，屌你係咪啊？哇！突然間冇得撈啦，就嚟離任啦！哇！醒撚到咧就屌你係好似老虎下山咁樣樣，又整呢樣整嗰樣整嗰樣整咗成10樣8樣都出嚟嘅，針對特朗普嘅。搞破壞嘅，好啦，究竟佢係自己想搞破壞啊，抑或佢係無可奈何被逼，有啲集團要逼佢咁樣做呢？因為佢希拉里選唔到呢，最撚傷嘅啲財團，第一首當其衝呢，就係嗰啲藥廠，淨係賣糖尿病間藥廠呢，股票即刻跌30幾個%，一公佈係選唔到。第二咧就嗰石油集團係希拉里嘅背後嘅支持者嚟，即係有人佢應承咗好撚多着數噶嘛，然後利益係咪啊？咁變咗你啲集團咧，咁你知美國嘅政治咧都冚唪唥都係嗰啲金錢政治嚟嘅，受嗰啲財團影響啊嘛，咁咪想搞撚殘你特朗普啦。等你或者將來上場再落台咯，換人咯，有個都係為利益啫嘛。咁啊，此其一，呢個係一個睇法。第二個睇法呢，係咪真係美國人咁堅持嗰個遊戲規則呢？即係話我哋無論喺個民主社會，我選舉我輸定贏，就算我輸咗之後，我都要支持你特朗普呢。佢帶過美國前進嘅，既然間我希望帶你前進嘅話呢，我奧巴馬呢就唯有忍辱負重，做衰人，擺一個局出嚟，係得你特朗普同意。而家乜嘢都話反對，咁就咁樣害你。好啦，俾機會你上場呢，全部糾正翻，咁啊製造你嘅權威咯，即係等於當年雍正啊，病埋13年。太子啊，等到佢咪康熙擺起個，等佢13王子啊，擺起佢之後，等雍正上場，捧翻13王子出嚟啊，幫佢啊，係咪真係佢哋特朗普同奧巴馬呢班美國人可以玩到今時今？哇！睇到個對手唔夠力啦，唔夠權威啦，做一場戲出嚟，自己犯眾憎先。好，一上場佢全部糾正，咁你嗰啲人咪支持佢咯？明唔明啊？嗱，呢個好深奧嘅學問嚟嘅，但係咪真係咁醒呢？高應該諗到㗎，佢哋唔會話諗唔到㗎。係咪真係咁樣做呢？我哋都要睇，因為美國有人有精神，因為佢哋嗰個民主遊戲呢係大家接受嘅，願賭服輸嘅。既然間我輸咗之後呢，一握手我就一定要全力支持你帶領國家前進，就冇咗個人嘅利益喺度。即係無論用乜嘢技巧好手段好，我都要支持你嘅。只要你能夠帶領到個國家好嘅話呢，佢係當一個任務嚟㗎。奧巴馬係啊，冇所謂㗎嘛，佢係有價值㗎，我覺得嗰個係理念嚟嘅。同埋佢係有人佢哋大家有一個協調喺度。